一手成交差水4成，香港樓市呢輪升勢到頭啦。之前連續16個月，每月一手成交都企穩1000宗以上，好多業內人士都覺得疫情後呢波復甦韌性夠晒強，就算有加息預期同外圍環境擾動，至少都能保持平穩運行。結果6月正式統計一出，整個市場靜晒，全月一手住宅註冊量得850宗左右，直接打斷連續16個月嘅1000宗神話，跌幅比好多人預想得仲要誇張。消息流出之後，各樣解讀就冇停過。有人話呢個係樓市由盛轉衰嘅信號，之前嘅反彈本來就係虛火，而家終於撐唔住。有人話只係發展商定價太高導致嘅階段性觀望，只要價格鬆一鬆，成交馬上就能翻嚟。仲有人將核心原因歸落內地資金收緊度，話跨境監管嚴咗，南下購買力斷晒，香港樓市自然就凍咗。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普通準買家睇到一頭霧水，根本唔知信邊個好。今日我哋就將呢件事由頭到尾拆通透，唔止停喺表面嘅數字漲跌，仲會順着成交下滑。呢個現象往深挖幾層，到底係乜嘢原因令買家突然收手？幾位地產界資深大佬嘅判斷，背後有邊啲邏輯站得住腳，又有邊啲地方值得斟酌？內地資金對香港樓市嘅影響到底有幾大？今次監管收緊嘅殺傷力到底強唔強？大家傾咗好耐嘅移民回流到底有冇真係發生？對樓市嘅支撐力又有幾多？仲有租金上升、發展商分化、二手市場冰封、加息預期，呢啲變量夾埋一齊之後，香港樓市接下嚟到底會行去邊？我哋慢慢傾，將呢啲問題一個個講清楚。先從最基礎嘅成交數據講起，可能好多人對每月1000宗一手成交冇乜概念。我哋先拉個歷史參照，你就知呢個水平代表乜嘢。香港嘅一手住宅市場成交波動其實非常大，牛市嘅時候一個月能賣2-3千宗，熊市低谷嘅時候可能得200-300宗，差出10倍都唔奇。譬如上一輪大牛市嘅頂峰，也就是2017年到2018年嗰段時間，一手成交經常單月破2000宗，甚至試過單月接近3000宗，成個市場熱到要搶房嘅地步。後嚟經歷咗社會運動、疫情，仲有中美貿易摩擦嘅疊加影響，一手成交一路往下掉。最慘嘅時候，單月得幾百宗，好多新盤開出嚟賣唔喐，發展商打折都冇人接。呢波從谷底回升嘅行情，大概係從疫情放鬆之後開始嘅，先至通關帶嚟嘅信心修復，再加積壓咗幾年嘅購房需求集中釋放，仲有低息環境嘅餘溫，一手成交慢慢從幾百宗爬到1000宗，然後就穩穩企喺1000宗以上，連漲咗16個月。呢個水平放喺歷史入面睇，唔算特別狂熱嘅牛市，但絕對係好健康嘅復甦狀態，既冇熱到泡沫化，又有足夠嘅成交量支撐市場信心，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呢波行情至少能平穩行完今年。結果6月直接掉到800幾宗，相當於環比跌咗快4成，呢個跌幅確實超出咗唔少人嘅預期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呢800幾宗成交入面，有差不多6成係大型發展商嘅主力項目貢獻嘅。換句話講，大量中小型新盤其實賣得非常差，市場購買力已經集中到少數性價比高、品牌硬嘅項目度，兩極分化特別明顯。點解會突然跌咁多？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最近喺一個公開活動入面專門傾過呢件事，佢總結咗3個核心原因，喺業內流傳得好廣。第一個原因，也是佢認為最主要嘅原因，就係上半年樓價漲咗太快，發展商跟着不斷上調新盤定價，買家嘅購買力終於跟唔上，開始出現明顯嘅抗拒情緒，願意追高入市嘅人越嚟越少。呢個講法其實好符合市場嘅真實感受。從舊年尾到今年上半年，香港嘅樓價確實漲咗一波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，也就是大家成日講嘅 CC 樓，從低點計落嚟，累計漲幅大概有1成左右。1成嘅漲幅聽落好似唔多，但你要知香港嘅樓價基數本來就高，隨便一個普通兩居室總價動輒700-800萬，甚至上千萬，1成嘅漲幅就係780萬，相當於好多普通家庭一整年嘅收入。更關鍵嘅係呢波上漲嘅速度好快，前後也就半年多時間。發展商見到市場熱，賣盤去化率高，自然就有咗提價嘅底氣。好多新盤第一期開嘅時候，定價仲比較克制，賣得好之後，第2期、第3期直接加價推。
有啲項目短短幾個月就漲咗10%幾，完全唔俾買家反應時間。一開始嘅時候，市場情緒高，大家都怕越等越貴，咬咬牙也就上車咗。但漲到一定程度之後，購買力嘅斷層就顯現出嚟咗。香港嘅家庭收入中位數其實並冇跟着樓價一起漲。呢幾年經濟環境一般，好多行業嘅收入唔跌，就算好嘅啦，根本撐唔住樓價持續快速上漲。當發展商嘅定價突破咗大部分剛需買家嘅心理價位之後，觀望情緒自然就上嚟咗。反正已經漲咗咁多，不如等等睇，說不定後面會有優惠，或者價格會回調。呢度其實藏住一個好現實嘅博弈，發展商同買家之間嘅價格拉鋸。對發展商嚟講，尤其是頭部嘅大型發展商，佢哋嘅資金成本好低，手裏嘅貨值又足，根本唔急住回款，寧願慢慢賣，都唔願意輕易降價，因為一降價反而會令市場覺得行情唔行啦，更冇人買。但對於買家嚟講，價格到咗自己承受唔到嘅位置，就會用腳投票，唔買就係啦，大不了先租住，或者睇下二手。呢種拉鋸戰到最後，往往就係成交量先跌，價格仲能撐一段時間，也就是業內成日講嘅量在價先。而家嘅情況就係典型嘅量縮價，穩成交已經掉低嚟咗，但樓價仲冇出現明顯嘅下跌，發展商都喺硬扛，睇邊個先扛唔住。施永青提到嘅第二個原因係地緣政治因素同國際油價走高，推高咗美國嘅通脹壓力，令市場對美聯儲繼續加息嘅擔憂又起咗身，進而影響到香港嘅利率走勢同購房信心。呢件事要從全球大環境講起。本來今年上半年市場普遍覺得美聯儲嘅加息週期已經到尾聲啦，甚至下半年就有可能開始降息。對香港樓市嚟講呢，本來係個利好預期。畢竟從2022年開始嘅呢輪加息，香港嘅房貸利率從2.幾%一路漲到5%以上，供樓壓力幾乎翻咗1倍。要是能進入降息週期，購買力肯定能釋放一部分。結果冇諗到，中東地緣局勢又緊張起嚟咗，紅海嘅航運問題一直冇徹底解決。再加 OPEC 嘅減產協議，國際油價又開始往上走。油價係通脹之母，油價一漲，美國嘅通脹數據馬上就有反彈嘅跡象，市場立刻就慌咗。本嚟以為通脹已經穩住咗，結果油價一推，說不定又要反覆。咁美聯儲會不會唔單止唔降息，仲要再加？呢種預期一變，對樓市嘅信心影響係好大嘅，因為買房係大額決策，好多人都會算月供成本。如果預期利息仲要漲，咁本來打算入市嘅人，好可能就會再等利率明朗咗再講。而且地緣局勢緊張嘅時候，全球嘅風險偏好都會下降，投資者會更傾向於持有現金或者避險資產，對房產呢種流動性差嘅資產，自然會更謹慎。不過施永青也提到，佢覺得最激烈嘅地緣衝突階段其實已經過去啦。下半年雖然仲有變數，但不至於演變成大規模嘅戰爭。對油價同通脹嘅衝擊應該係短期嘅。呢個判斷其實也有道理。而家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喺盡力避免衝突擴大。紅海嘅問題雖然冇解決，但也喺逐步可控嘅範圍內。油價好難再出現好似俄烏戰爭啱爆發時嗰種暴漲嘅行情。但問題在於，就算冇大規模衝突，通脹能不能順利降到美聯儲嘅目標水平，而家其實仲唔好講。除咗油價，美國嘅勞動力市場依然很緊，工資漲幅仲喺高位，核心通脹嘅粘性很強。美聯儲會不會再加什麼時候降息？而家邊個都俾唔到準信，呢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對樓市最大嘅壓制之一。第三個原因，也是最近討論得最多嘅一個，就係內地近期加強咗跨境資金流動嘅監管，市場擔心南下嘅資金會受阻，影響香港樓市嘅購買力。呢段時間確實有唔少相關嘅消息，譬如內地對大額跨境匯款嘅核查變嚴咗，企業向境外匯款超過一定金額，銀行同支付機構必須嚴格核實資金用途同來源，仲有對地下錢莊嘅打擊力度加大，各地都有相關嘅案例通報，甚至有說法提到喺港上市嘅企業如果冇特別用途，利潤也要盡量匯返內地。呢啲消息夾埋一齊，好自然就令人聯想到內地資金嚟香港買樓嘅路是不是變窄咗？一直以嚟，內地買家都係香港樓市入面一股好重要嘅購買力，尤其是高端住宅
同新盤市場，內地買家嘅佔比一直唔低，所以一聽到資金監管收緊，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香港樓市要缺購買力啦，成交自然就跌咗。但呢件事其實唔可以一概而論，入面有好多細節值得拆解清楚。首先一個問題就係，大家成日講嘅內地買家數據到底有冇被誇大？好多統計入面嘅內地買家只係憑着身份證號碼嚟判定，只要係內地身份證就算作內地購買力。但呢度面其實包含咗大量已經喺香港生活咗10幾年甚至20年嘅人，佢哋有嘅已經攞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，有嘅長期喺香港工作生活，本身就係香港市場嘅剛需或者改善型買家，同嗰種純粹從內地過嚟投資買房嘅根本唔係一回事。如果將呢部分長期定居香港嘅人去掉，純粹嘅從內地過嚟嘅投資性買家佔比其實冇大家想象嘅咁高。尤其是喺辣招實施之後，非香港永久居民買樓要交30%嘅買家印花稅，成本非常高。純投資嘅內地買家其實已經少咗好多，剩低嘅大多係有真實居住需求嘅，或者係買高端豪宅唔在乎稅費嘅高淨值人群。講到辣招，呢度可以多傾兩句。香港嘅樓市辣招最早係2010年推出嘅，到而家已經10幾年啦。最開始係額外印花稅 SSD， 針對短期炒賣3年內轉手就要徵稅，最高稅率達到20%。後來2012年又加咗買家印花稅 BSD， 針對非香港永久居民同公司買家稅率15%。2016年再加咗從價印花稅 DSD 嘅雙倍稅率，也就是大家成日講嘅雙倍印花稅，針對購買第二套嘅以上住宅嘅買家。呢3套組合拳落嚟，直接將炒房嘅成本拉到咗極高嘅水平，短期炒家基本退出咗市場。呢10幾年嚟，辣招確實起到咗抑制炒風嘅作用，但也帶嚟咗明顯嘅副作用，就係市場嘅流動性越嚟越差，因為交易成本太高，大家都唔想輕易買房，換樓鏈越嚟越短，二手市場越嚟越不活躍。政府其實也知呢個問題，但一直唔敢輕易撤，就係怕一撤就又將炒風引返嚟，樓價再暴漲，民生壓力更大。返內地資金嘅話題，第二個值得討論嘅點就係香港本身嘅資金池其實非常充裕，根本唔差錢。最新嘅數據顯示，香港嘅 M 心貨幣供應已經創出咗歷史新高，總量接近20萬億港元 M 心。呢個指標簡單嚟講，就係成個銀行體系入面嘅存款總量，包括活期、定期、儲蓄存款，仲有各種貨幣市場工具，代表嘅係成個市場入面嘅廣義貨幣總量。好多人中意攬心創新高嚟講時，覺得市場入面咁多錢，肯定會流去樓市，樓價跌唔了。但呢個邏輯其實唔可以簡單直接咁套。M3 高只能說明成個社會嘅財富總量大，銀行入面嘅存款多，但唔代表呢啲錢都會拿去買樓。呢啲錢可能喺股票賬戶度，可能喺理財基金度，可能係企業嘅運營資金，亦可能係趴喺賬戶度觀望嘅。觀望資金錢會唔會流進樓市，關鍵睇預期。如果大家覺得樓價會漲，投資回報率高，錢自然會入嚟。如果預期不穩，哪怕再多嘅錢，也只會躺喺銀行度食利息，唔會輕易入市。而且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香港有錢嘅人確實好多，但有錢唔代表就會繼續買樓。好多本地嘅家庭，尤其是中老年群體，手裏早就有1-2套甚至好幾套物業啦，該配置嘅都配置完咗，佢哋對樓市嘅需求早就飽和啦。對佢哋嚟講，而家更重要嘅係資產保值、退休養老，甚至唔少人喺考慮減持物業，將錢拿嚟養老或者做其他投資，而唔係繼續加倉買房。第3點就係今次嘅監管收緊，針對嘅主要係非法嘅不合規嘅資金出境，對於正常嘅合規嘅跨境資金流動，其實並冇限制。譬如正常嘅貿易往來、合規嘅投資、合法嘅個人購匯額度，呢啲都係不受影響嘅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到底有幾多資金係不合規嘅？呢部分資金喺香港樓市嘅購買力入面佔比有幾大？呢個其實冇人能說得準，但可以肯定嘅係過去呢些年，確實有一部分資金通過地下錢莊、虛假貿易、港股 IPO 套現等等方式，從內地流到香港，其中有一部分流入咗樓市。而家監管收緊，呢部分資金肯定會受影響，短期內會令市場嘅購買力減少一塊。
但從長期嚟睇，打擊非法資金流動其實係常態。內地嘅外匯管制一直都喺度，只係時鬆時緊而已。而且內地嘅經濟發展到而家呢個階段，居民嘅財富配置需求係客觀存在嘅，全球化嘅資產配置係大趨勢。只要有需求，就會有合規嘅渠道。再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本身就係內地資金出海嘅第一站。呢個定位冇變，所以長期嚟睇，內地資金流向香港嘅大趨勢唔會因為一次監管收緊就徹底扭轉，只係短期會有波動而已。傾完施永青嘅3個原因，我哋再講下另一位地產界人士嘅觀點，也就是創業地產嘅汪敦敬。佢之前喺採訪入面亦傾過對呢波行情嘅睇法。佢嘅核心觀點係香港呢輪樓市調整根本唔係什麼泡沫爆破，而係疫情、社會運動、外部摩擦呢啲特殊因素疊加導致嘅階段性下跌。而家嘅復甦係基本面嘅回歸，市場嘅底層邏輯並冇壞。呢個觀點其實挺值得傾嘅。好多悲觀嘅人中意拿而家同1997年、2003年比話香港樓市要崩啦，但實際上呢幾次下跌嘅性質完全唔一樣。1997年係典型嘅泡沫爆破，當時樓價漲到咗離譜嘅程度，成個市場瘋狂加槓桿，再加亞洲金融風暴衝擊，直接硬着陸。從1997年嘅高點跌到2003年嘅底部，累計跌幅超過65%，無數人變成負資產，家庭財富大幅縮水，對成個香港社會嘅影響持續咗10幾年。2003年則係非典疫情疊加經濟衰退，仲有85000政策帶嚟嘅供應衝擊，屬於多重利空砸扣嚟嘅底部。當時成個市場嘅信心跌到咗谷底，冇人敢買房，樓價跌穿咗好多人嘅心理防線。直到非典結束後，政府推出咗穩定樓市嘅政策，再加內地自由行帶嚟嘅經濟復甦，樓價先慢慢開始回升。之後一路漲到2019年中間，除咗2008年金融海嘯有過一次短暫調整，基本都係震盪向上嘅走勢。但2019年到2022年嘅呢輪調整，本質上係事件性衝擊，唔係基本面嘅崩潰。香港嘅土地供應制度冇變，聯繫匯率制度冇變，低稅率、資金自由港嘅優勢亦冇變。樓市嘅供需基本面其實仲係緊平衡嘅。下跌嘅主要原因係社會運動同疫情將需求嘅凍住咗，大家唔敢買，亦冇得買，唔係買不起，亦唔係冇需求。所以疫情一過，邊境一開，需求馬上就釋放，距離咗反彈嘅速度也很快。到而家為止，樓價從低點反彈咗1成左右，距離2021年嘅歷史高點仲有大概10個百分點嘅差距。換句話講，呢波復甦到而家仲冇返到之前嘅高點，就已經遇到阻力啦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市場嘅結構已經變咗。以前香港樓市嘅需求係本地剛需、本地投資、內地投資、海外投資，好幾股力量一齊托住。但而家投資性需求已經少咗好多，不管係本地還是外地嘅投資者都比以前謹慎啦。而家支撐市場嘅主要係剛需同改善型嘅自住需求。呢種需求嘅特點就係對價格特別敏感，漲一點就觀望，跌一點就入市，所以行情好難出現。以前嗰種單邊暴漲嘅情況，更多嘅係震盪上行或者橫盤消化。呢嘢就是汪敦敬講嘅結構性轉變。以後嘅香港樓市可能唔會再有嗰種閉在人買都能漲嘅黃金時代啦，市場會越嚟越分化，好地段、好戶型、性價比高嘅房子依然搶手。而那些品質一般、位置偏僻、價格虛高嘅房子可能會越嚟越難賣，甚至出現價格回調。傾完咗成交下跌嘅原因同市場嘅底層邏輯，我哋再聊聊最近另一個好熱嘅話題：移民回流。呢段時間好多人都喺度講，當初移民去英國嘅嗰批港人，而家開始大量回流啦。呢批人返嚟會給香港樓市帶嚟新嘅購買力，呢件事到底係唔係真嘅？我哋先講下背景。過去呢5年，大概有30萬香港人選擇移民，其中去英國嘅佔咗好大一部分，大概有16、17萬人，主要係通過 BNO 簽證嘅渠道出去嘅。當時好多人對香港嘅前景冇信心，覺得換個地方生活會更好。結果出去之後，先發現現實同想象嘅完全唔一樣。英國嘅生活成本呢幾年漲得特別厲害，能源費、房租、物價一路飆升，再加就業市場唔好，好多過去嘅港人揾唔到合適嘅工作，
或者收入比喺香港嘅時候低好多，生活質量反而下降咗。仲有醫療、教育、文化融入呢啲問題，比想象中難解決得多。尤其是年紀大一點嘅語言，唔通冇社交圈，生活非常壓抑。所以從舊年開始，就陸續有人選擇回流香港。到今年回流嘅人數明顯多咗起嚟，有機構估算，大概有10%左右嘅 BNO 移民已經回流咗。計落嚟大概2萬多人，2萬多人聽落好似唔多，但放喺香港呢個700多萬人嘅城市度，其實已經能產生一定嘅影響啦。尤其是呢批回流嘅人入面，好多本來就係中產，有一定嘅經濟基礎。返嚟之後，首先要解決嘅就係住房問題。但呢度有個誤區，好多人覺得回流就係返嚟買房。其實唔係，根據一線地產代理嘅觀察，而家回流嘅呢批人，大部分係先租房，而唔係馬上買房。原因亦很簡單，啱返嚟，工作仲冇穩定，對香港嘅樓市走勢也拿唔準，唔想貿然落手幾百萬、上千萬嘅房產，先租個房子住半年、1年，等工作穩定咗，對市場也睇明白了，再考慮要不要買房。而且仲有一部分回流嘅人，本嚟喺香港就有房子，當初走嘅時候，要麼租購去咗，要麼空住返嚟，直接就能住，根本唔需要再買。仲有嘅係返嚟過渡一段時間，睇下情況。要是覺得好就留低，要是覺得唔好，仲可以再走。呢種更唔會輕易買房。所以而家回流人口對樓市嘅影響，首先係睇喺租賃市場上，而唔係買賣市場。呢亦是點解香港嘅租金已經連續漲咗7個月，而且漲勢仲挺猛嘅。除咗回流人口，仲有大量通過高才通、優才計劃過嚟嘅內地專才，仲有嚟讀書嘅非本地學生。呢啲需求加埋一齊，將租賃市場撐得特別火。講到輸入人才，呢度可以多展開一點。香港呢幾年推出嘅各種輸入人才計劃，力度確實好大。譬如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，也就是高才通推出1年多就批咗好幾萬人，入面好多都係內地嘅名校畢業生或者高薪人士。呢啲人年輕、有學歷、收入高，係典型嘅潛在購房群體。仲有優化後嘅優才計劃，每年嘅配額大幅增加，獲批人數也屢創新高。呢啲新嚟嘅人才，短期係租房需求，長期就係購房需求。如果每年都有10幾萬嘅新增人口入嚟，持續過3-5年，對住房需求嘅拉動係非常可觀嘅。呢也是好多人睇好香港樓市中長期走勢嘅重要原因之一。尤其是中高端嘅住宅租賃需求增長特別明顯，回流嘅中產、新嚟嘅專才對居住品質都有一定要求，預算也比較高，所以港島、九龍嘅優質住宅租金漲得特別快，好多業主見到租金漲，反而更唔捨得買房子了，覺得收租也挺划算，進一步減少咗二手市場嘅供應。咁長期嚟睇，回流人口會唔會轉化成購房需求？肯定會嘅。如果呢批人最終決定留喺香港發展，工作穩定落嚟之後，買房係遲早嘅事。但呢個轉化需要時間，可能係1-2年，也可能係3-5年。短期內好難對一手成交產生太大嘅拉動作用。而且仲有一個問題，走咗30萬人，返嚟幾萬人，整體嘅人口規模其實仲係淨流出嘅。走嘅人入面有好多係有房嘅，佢哋走嘅時候可能會將房子賣掉，增加市場供應。返嚟嘅人入面好多係先租房，短期唔買房，一增一減之下，對樓市嘅影響其實冇大家吹得咁大，更多嘅係一種信心層面嘅支撐。至少說明香港仲係有吸引力嘅，唔係大家都想走。講到租金上漲就唔得，唔提一下香港住房供應嘅結構性問題。好多人覺得租金漲係因為人多啦，其實人多只係一方面，更重要嘅係合適嘅房子太少啦。譬如學生群體，香港嘅8所公立大學，非本地生嘅比例越嚟越高，每年都有好幾萬外地學生嚟讀書，但大學嘅宿舍供應嚴重不足，大部分學生都要出嚟租房，而且學生租房一般都喺學校附近，需求非常集中，直接將周邊嘅細單位租金給推高咗。仲有辦公物業改住宅嘅問題。而家香港嘅寫字樓空置率好高，尤其是核心區嘅寫字樓好多都空住。如果能將一部分閒置嘅寫字樓改成住宅或者學生宿舍，既能增加住房供應，又能消化空置嘅寫字樓，其實係一舉兩得嘅事。但呢件事講起嚟容易，做起身難，涉及到規劃變更、建築規範、消防要求等等一大堆問題，
審批流程好長，短時間內好難睇到效果，所以租金上漲嘅趨勢短期內大概率仲會延續。一方面係需求喺增加，另一方面係供應跟唔上，而且呢種結構性嘅供應問題唔係一朝一夕能解決嘅。呢度亦可以提一下租金回報率嘅問題。而家香港住宅嘅租金回報率大概只有2%到3%左右，核心區嘅優質住宅可能仲不到2%。呢個水平放喺全球嚟睇都係很低嘅，遠低於倫敦、紐約呢啲國際城市，也低於內地嘅一線城市。換句話講，而家買房投資靠收租係唔划算嘅，收益仲不如存銀行定期。大家買房投資主要還是賭樓價上漲嘅資本利得，但如果樓價唔漲甚至微跌，咁投資房產就係虧錢嘅，因為還有承擔物業費、差餉、維修費呢啲持有成本，再加利息成本，壓力就更大啦。所以而家投資性需求退場係好正常嘅市場選擇。傾完咗需求端，我哋再講下供給端，也就是發展商嘅情況。最近有個說法好有意思，話而家香港有6-7成嘅發展商財務狀況都好好，家底厚，根本唔愁賣，反而擔心手裏嘅地唔夠，貨唔夠，所以定價都好穩，唔願意降價。呢個說法其實挺符合而家嘅市場格局嘅。香港嘅地產行業頭部效應非常明顯。排名靠前嘅幾家大型發展商，譬如新鴻基、恒基兆業、長江實業、新世界，呢啲都係做咗幾十年嘅老牌房企，現金流非常穩健，負債很低，經歷過好幾輪樓市週期，抗風險能力特別強。對佢哋嚟講，樓市短期嘅成交波動根本唔算什麼，大不了慢慢買，反正資金成本低，持有壓力少，冇必要降價促銷砸自己嘅牌子。但反過嚟，剩低嘅嗰3-4成中小型發展商日子就冇咁好過啦，尤其是那些前幾年高價拿地嘅中小型房企，資金成本高，回款壓力大，如果成交持續低迷，好容易出現資金鏈緊張嘅問題。最近已經有個別小型發展商嘅項目傳出打折促銷嘅消息，仲有嘅甚至尋求出售項目或者股權來回籠資金。呢種分化其實係樓市調整期嘅正常現象。頭部房企靠規模同成本優勢扛住，中小房企要麼降價走量，要麼被收購淘汰，行業集中度會越嚟越高。咁會唔會出現頭部房企帶頭降價嘅情況？大概率唔會，因為頭部房企嘅項目大多係標杆項目，定價係市場嘅風向標。如果佢哋降價，好容易引發市場嘅恐慌性預期，到時候大家都降價，反而賣唔掉啦。對佢哋嚟講，維持價格穩定，哪怕成交少一點，也比砸盤要好。所以接下來嘅一手市場好可能會出現呢種情況。頭部發展商嘅優質項目價格穩，成交也還過得去。中小型發展商嘅非核心項目會偷偷打折送優惠，用各種方式降價走量。整體嘅成交量可能唔會再好似之前咁高，但價格亦唔會出現暴跌，就係一個震盪消化嘅過程。除咗一手市場，二手市場嘅情況其實更值得關注。好多人只睇一手成交，覺得一手熱就係樓市好，一手冷就係樓市差。但實際上，二手市場先係香港樓市嘅基本面，二手嘅流動性先係市場健康與否嘅關鍵。而家香港嘅二手市場係什麼狀態？用一個詞形容就係冰封，成交非常低微，好多業主叫價很硬，但根本冇人接盤。睇樓嘅人都好少，點解？首先講美聯儲嘅情況，而家市場嘅共識係美聯儲嘅加息週期已經接近尾聲啦，就算再加，最多也就1-2次，每次0.25厘，唔會再有之前嗰種連續大幅加息嘅情況啦。畢竟而家嘅利率水平已經好高啦，再大幅加落去，美國嘅經濟同債務都扛唔住。但問題係加息接近尾聲，唔代表馬上就會降息。市場之前預期今年下半年就會降息，而家睇嚟大概率又推遲到明年啦。換句話講，高利率環境仲會維持挺長一段時間，唔係幾個月就能過去嘅。對香港嚟講，因為聯繫匯率制度，利率走勢肯定係跟着美聯儲走嘅，但節奏上會有滯後。呢輪加息週期裏，美聯儲加咗5厘多，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只加咗1厘多。銀行體系嘅結餘仲能撐得住，如果美聯儲再加息1-2次，香港大概率也會跟着加，但幅度唔會大，可能就係1%厘或者1/4厘，象徵性咁跟一下。咁呢點加息幅度對供樓嘅影響大嗎？其實邊際影響已經好少啦。
譬如一套1000萬嘅房子，貸款7成30年期限，每加息1/4厘，月供也就增加1000多蚊。對能買得起1000萬房產嘅家庭嚟講，壓力唔算特別大。真正嘅壓力係利率從2%漲到5%嘅呢個過程，嗰個階段嘅衝擊先係最大嘅。而家利率已經喺高位啦，再加一點點，更多嘅係心理層面嘅影響。實際嘅月供壓力增加有限，真正值得擔心嘅唔係再加息1-2次，而係高利率維持嘅時間太長。如果利率喺5%以上嘅水平維持個2-3年，對投資者嘅持有成本壓力係好大嘅。尤其是那些高槓桿投資房產嘅租金回報覆蓋唔了，月供每個月都要貼錢，時間長咗肯定扛唔住，最後只能降價賣房。如果呢種情況多了，就會給樓價帶嚟下行壓力。所以接下來嘅關鍵唔係加唔加息，而係高利率會持續多久，以及經濟能不能跟上居民嘅收入，能不能撐住高利率環境下嘅供樓壓力。傾到呢度，我哋可以總結一下，而家香港樓市嘅狀態，成交下滑係事實，但唔係崩盤，而係復甦過程中嘅一次調整。核心原因係短期價格漲太快，購買力跟唔上，再加加息預期同資金監管嘅擾動，買家進入觀望期，價格目前仲比較穩，因為頭部發展商喺扛住供應，也冇大量增加，但成交量已經先落嚟啦，典型嘅量縮價穩階段。接下嚟市場會點樣走啊？其實冇標準答案，因為變量太多啦。我哋可以傾幾個可能嘅方向，或者話幾個關鍵嘅觀察點，大家可以跟住呢啲點去判斷後續嘅走勢。第一個觀察點係發展商嘅定價策略。接下嚟幾個月有唔少新盤要推，如果發展商繼續硬扛高價，咁成交肯定仲會低迷，觀望情緒會更濃。如果有發展商開始加大優惠，變相降價，而且降價之後成交能起身，說明市場只係價格問題，需求仲喺度調整之後，仲能繼續往上走。如果降價啦，成交還是起唔嚟，咁說明真嘅係購買力不足，行情可能就要往下走啦。第二個觀察點係美聯儲嘅利率決議，接下來嘅幾次議息會議非常關鍵，會不會加息，什麼時候釋放降息信號，直接影響香港嘅利率走勢同市場信心。如果美聯儲明確話唔加息啦，甚至開始討論降息，咁樓市嘅信心肯定會翻嚟一波，成交也會回暖。第三個觀察點係內地嘅資金政策同經濟走勢，香港樓市同內地嘅關聯度越嚟越高，內地嘅經濟好唔好，資金能不能順暢咁流到，香港對購買力嘅影響好大。如果內地經濟持續復甦，跨境資金嘅監管慢慢放鬆，咁南下嘅購買力肯定會翻嚟支撐高端市場。第四個觀察點係人口流動嘅趨勢，也就是回流嘅人數會唔會繼續增加，仲有輸入人才計劃能不能持續吸引新人過嚟。人口係樓市長期嘅基本面，只要人口持續流入，需求就有支撐，租金同樓價就跌唔到邊度去。第五個觀察點係政府嘅政策動向，會唔會調整辣招，會唔會增加土地供應，會唔會推出新嘅樓市政策，呢啲都會直接影響市場，尤其是土地供應。如果政府持續加大供應，改變市場嘅供需預期，咁長期樓價嘅走勢可能就會變。除咗呢啲已知嘅變量，其實仲有好多未知嘅黑天鵝，譬如地緣衝突升級、全球經濟衰退、新嘅公共衛生事件等等，呢啲都可能改變樓市嘅走向。所以話冇人能準確預測樓市嘅走勢，那些話肯定漲或者肯定跌嘅，大多係博眼球而已。最後我哋再傾一個好有意思嘅假設，如果而家你手裏有一筆錢，你會選擇而家買房，還是再等等？其實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完全睇你嘅需求同風險承受能力。如果係剛需自住，而且已經睇中咗合適嘅房子，價格亦喺你嘅預算範圍裏，咁其實唔使太糾結短期嘅漲跌，因為自住嘅房子短期嘅賬面浮動對你嚟講冇乜意義，你又唔會馬上買，而且香港樓市長期嚟睇還是震盪向上嘅，拉長10年20年睇，而家嘅波動都係小浪花。但如果係投資需求，咁就要謹慎一點啦。而家嘅租金回報率唔高，利率又高，持有成本唔低，而且短期上漲嘅空間也有限，投資回報率其實並唔划算。不如睇下其他嘅投資渠道，或者等市場更明朗咗再出手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唔好加太高嘅槓桿。
樓市好嘅時候加槓桿能放大收益，但樓市調整嘅時候高槓桿也會放大風險，尤其是喺高利率環境下，月供壓力大，萬一收入出點問題，好容易斷供。買房還是要量力而行，留足安全邊際。不知不覺傾咗咁多，從6月嘅成交數據到幾位大佬嘅觀點，再到資金、人口政策、利率各個維度嘅分析，其實就係想俾大家呈現一個更全面、更客觀嘅香港樓市現狀，而唔係非黑即白嘅漲或者跌。香港樓市從來都唔係一個簡單嘅市場，佢綁住香港嘅經濟、民生、財政，也連著內地嘅發展同全球嘅宏觀環境。每一次波動嘅背後，都係無數個家庭嘅選擇，也是成個城市發展嘅縮影。接下來嘅半年，會係呢波行情嘅關鍵窗口期，好多變量都會慢慢明朗，市場也會給出最終嘅方向。如果你也關心香港樓市，想持續跟進後續嘅走勢、分析同最新嘅市場數據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打開隔籬嘅通知小鈴鐺，咁每次有新嘅內容更新，你都能第一時間睇到。也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，你覺得呢波成交下跌只係短期調整，還是樓市轉向嘅開始？你最近有冇睇樓嘅計劃？最看重嘅係乜嘢？都可以喺評論區傾下，我哋一齊交流討論。最後唔記得幫我按個讚，你嘅每一個讚都係我繼續做深度內容嘅動力。我哋下期再見。